文殊师利，持法华经，诸佛如来必密之众，依诸经中，做在其上，终夜守护，不忘宣说，是以今日，乃以你等，离复厌之。你时世尊，欲重宣此义，离说其言，上行临略，爱悯一切，乃能言说，佛所赞经，后末世时，持此经者，依家出家，即非菩萨，应成自悲，须顶不闻，不信是经，即为大失。我得佛道，以诸方便，为说此法，令住其中。譬如强力，转轮之王，并见有光，相似诸物，象马巨成，严身之故，及诸电体，诸乐成业，协依护，种种珍宝，罗备财物，欢喜事意。如有勇见，宁为难事，往解结中，明诸事之。如来亦你，为诸法王，临略大力，智慧宝藏，以大慈悲，如法化世，见一切人受诸苦恼，欲求解脱，以诸魔见，为是众生说种种法，以大方便说此诸经，既知众生得其利益，末后乃为说是法华，如往解结，明诸依之。此经为尊，众经中上，我上守护，不忘开示。今正是时，为你等说，我灭道后，求佛道者，欲得安稳，言说此经，应当亲近，如是说法，读是经者，尚无忧恼，又无病痛，颜色鲜白，不生病强，悲见修六，众生傲见，如无显性，天诸童子，以为吉事，道听不加，毒不能害，略人恶骂，口即闭塞，有形无味，如狮子王，智慧光明，如日之照，略依梦中，但见妙事，见诸如来，作狮子座，诸比丘众，为了说法，又见良神，阿修罗等，所如行沙，恭敬合掌，自见其身，离为说法，又见诸佛，身上金色，放无量光，照依一切，以梵音声，言说诸法，佛为世众，说无上法，见身处中，合掌赞佛，闻法欢喜，离为供养，得多罗尼，正不退敌，佛知其心，侵入佛道，即为受记，成罪正觉，逆善男子，
当以来世，得无量智，佛之大道，国度严正，广大无比，亦有四众，合掌听法，有见自身，在山林中修习善法，正知实相，深入禅定，见识方佛。诸佛成金色，笔法上庄严，文法为人说，尚有是好梦，有梦作国王，写宫殿冠束，吉祥妙五欲，行业于道场，在菩提树下，离处狮子座。求道过7日，得诸佛之智，成无上道义，去离转法轮，为四众说法，经千万亿劫，说无量妙法，度无量众生，后当入涅槃，如愿尽定灭，略后恶世中。说是第一法，是人得大利，如上诸功德，妙法莲花经，将地涌出品第15。你是他方国度，如来菩萨摩诃萨，各八恒河沙数，以大众中起，合掌作礼。离别佛言，世尊，略听我等，以佛别后，在此娑婆世界，倾家精进，护持托上，书写供养，是经典者，当以此道，离讲说之。你是佛国，诸菩萨摩诃萨众。子善男子，不思你等，护持此经，所以者何？我娑婆世界，只有6万恒河沙等菩萨摩诃萨，一菩萨各有6万恒河沙冠束，是诸人等，能以我灭后。护持托上，讲说此经，佛说是时，娑婆世界3000大千国度，地界真力，利于其中，有无量千万亿菩萨摩诃萨，同时涌出，是诸菩萨身界金色32相。无量光明，现尽在此娑婆世界之下，此界虚空中住，是诸菩萨闻释迦牟尼佛所说音声，将下发来，一菩萨，皆是大众，倡导之首，各将6万。恒河沙冠束，放将5万、4万、3万、2万、1万，恒河沙等冠束者，放伏乃至1恒河沙、半恒河沙、1/4，乃至千万亿，哪有他分之一？放伏千万亿，哪有他冠束？放伏1万冠束，放伏千万、100万，乃至1万，放伏1000、100，乃至10，放伏将5、4、3、2、1，地子者，放伏单举。傲圆利行，如是顶彼，无量无边，
算所披露，所不能知。是诸菩萨将地出意，各业虚空，七宝妙塔，多宝如来，释迦牟尼佛所导意，向离世尊，调面礼足，及至诸宝树下，狮子座上佛所，一界作礼，有了三匝。合掌恭敬，意诸菩萨，种种赞法，利益赞叹，自在一面，心傲，瞻仰依离世尊，是诸菩萨，摩诃萨，将初涌出，意诸菩萨，种种赞法，利赞依佛，如是时间。经50小劫，时时释迦牟尼佛，密连离座，及诸四众，一界密连50小劫，佛心力故，令诸大众，为如半日，逆时四众，亦以佛心力故，见诸菩萨。遍满无量8,000万亿国度虚空，是菩萨众中有四道师，一名常行，二名无边行，三名净行，四名安立行。是四菩萨依其众中最为上首，倡导之师。在大众前，各将合掌，观释迦牟尼佛，礼问声言：世尊，小病小恼，安乐行休，所应度者，受教易晓，不令世尊生疲劳也。逆时四大菩萨，理说其言。世尊安乐，小病小恼，教化众生，得无疲倦，有诸众生受化易晓，不令世尊生疲劳也。逆时世尊依菩萨大众中，立作是言：如是如是，诸善男子。如来安乐，小病小恼，诸众生等，以可化度，无有疲劳。所以食好，是诸众生世世以来常受五法，亦依过去诸佛恭敬尊重，种诸善根，此诸众生。时见我心，闻我所说，即该信受，入如来会，自先修习，学小成者，如是之人，我今亦令得闻是经，入于佛会，逆时诸大菩萨，理说其言。现在。大雄世尊，诸众生等，以可化度，令闻诸佛，深深智慧，闻以信行，我等随喜。依时世尊，赞叹上首，诸大菩萨。现在，善男子，你等能依如来。发随喜心，逆时弥勒菩萨及8,000恒河沙诸菩萨众，该作是念：我等从昔以来，不见不闻，如是大菩萨摩诃萨众，将地涌出，自世尊前，合掌供养。
文心如来，须弥勒菩萨，摩诃萨，第八千行菩萨，诸菩萨等，心之所念，并欲自觉所疑，合掌向佛，以其问话，无量千万亿大将诸菩萨，悉所离正见，原量足尊说，是从何所来？以何因缘集？具身大神通，智慧破思议，机智念坚固，有大忍略力，众生所傲见，为从何所来？一一诸菩萨，所将之观修，其数无有量，如行菩萨等，亦有大菩萨，将6万行沙，如是诸大众，一心求佛道，是诸大师等，6万行菩萨，故来供养佛，及护持是经，将5万行沙，其数各异是，4万及3万，2万至1万，1100等，乃至一行沙，半及3/4分，1万分之一，千万那由他，万亿诸弟子，乃至1半亿，其数复果上，100万至1万，1000及100，50亿10，乃至3二1，但记无惯俗，傲意独处者，故来至佛所，其数全果上，如是诸大众，6人行咒术，故意行3劫，又不能尽知，是诸大威德，精进菩萨众，虽为其说法，教化利成就，将随初发心，称扬好佛法，修持行随经，修习好佛道，如是诸菩萨，神通大智力，四方地震力，皆从中涌出，世尊我昔来，未曾见是事，愿说其所从，国度之名号，我上有诸国，未曾见是众，我于此种中，乃不惜一人，忽然将地出，愿说其因缘，今此之大会，无量10000亿，是诸菩萨等，皆欲知此事，是诸菩萨众，本末之因缘，无量德世尊，意愿决众疑，你是释迦牟尼，分身诸佛，将无量千万亿他方国度来者，在于8方诸宝树下，狮子座上，结跏趺坐，其佛是者，各国见识，菩萨大众，于3000大千世界，四方将地涌出，住于虚空，各别其佛言：世尊，此诸无量无边无尽其菩萨大众，从何所来？你是诸佛，各国使者，诸善男子，请大师女，有菩萨摩诃萨，
明月密历，释迦牟尼佛之所受记，慈后作佛，以问世事，佛今答之，拟定自动，因是得闻。你是释迦牟尼佛，故弥勒菩萨，现在，阿逸多，乃能闻佛，如是大事。你定当强一心，必正正开，发坚固意。如来今欲显发宣示，诸佛智慧，诸佛自在，神通之力，诸佛狮子，奋迅之力，诸佛威名，大势之力。你是世尊，欲重宣此义，利说其言，当精进一心。我欲说此事，目的有二会，佛智破思议。你今出信力，住于林仙中，悉所未闻法，今该当得闻。我今安慰你，目的怀疑去，佛无不实语，智慧不可量。所得第一法，深深破分别。如是今当说，你定一心听。你是世尊，说此其意。故弥勒菩萨，我今依此大众，宣告你等。阿逸多，是诸大菩萨，摩诃萨，无量无数，阿僧祇，将地涌出。你等悉所未见者，我以是三宝世界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，教化世道，是诸菩萨调伏其心，令发道义。此诸菩萨皆依是三宝世界之下，此界虚空中住，依诸经典，托上通理，思维分别，正忆念。阿逸多，是诸善男子等，不傲在众，多有所说，上傲精处，勤行精进，未经休息，亦不依止。人天理智，上傲深智，无有障碍，亦上傲于诸佛之法，一心精进，求无上慧。你是世尊，欲重宣此义，利说其言。阿逸，你当知，是诸大菩萨，将无所劫来。修习佛智慧，悉是我所发，令发大道心。此等是我子，以至是世界，上行调道事，自傲于静处，舍大众归闹，本傲道所说，如是诸子等，学习我道法。昼夜常精进，为求佛道果，在三宝世界，下方空中住，自念力坚固，上勤求智慧，说种种妙法，其心无所谓。我以契业成，菩提树下坐，得成最正觉。全无上法轮，你乃教化之，令初发道心，今该自不退，适当得成佛。我今说实语，
拟定一心信，我将9万来教化是定将。你是弥勒菩萨、摩诃萨及无数诸菩萨等心生疑惑、怪异情友，你作是念：云何世尊以小时间教化如是无量无边无尽期诸大菩萨，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即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为太子时，出于色宫，去客夜行不远，坐于道场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将是以来441年。世尊，云何以此小时大作佛事，以佛势力，以佛功德，教化如是无量大菩萨众，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，此大菩萨众，假使有人1000万亿劫，所不能尽，不得其边。斯等9万以来，以无量无边诸佛所，实诸善根，成就菩萨道，常修梵行。世尊，如此之事，世所难信。譬如有人色美法喜，年离15，其白水人原是5子，其白水人亦之年少，原是5妇，生育5等，世事难信。佛亦如是，得道以来，其实未久。离此大众，诸菩萨等，以无量千万亿劫，为佛道故，勤行精进，善力出自无量百千万亿三昧，得大神通，救修梵行，善能处地，十诸善法，口语问答，临终之宝，一切世间甚为稀有。今日世尊方云，得佛道时，初能发心，教化是道，能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得佛未久，乃能作此大功德事。我等随佛，信佛随宜所说，佛所出言，未证虚妄。佛所知者，解释通达，连诸神法于菩萨，以佛灭后，略闻是语，或不信受，离去破法罪业因缘，依然世尊愿为解说，自我等疑及未来世诸善男子，闻此事语，亦不生疑。你是弥勒菩萨，欲重宣此义，理说其言。佛说将色种，出家近客也，坐于菩提树，你来尚未久。此诸佛子等，其数不可量，久已行佛道，自以神通力，先学菩萨道，不念世间法，
如莲花在水，将地利涌出，该起恭敬心，自于世尊前，世事难思议，云何离可信？佛得道心经，所成就心道，愿为地众疑。如实分别说，譬如小众人，年事25，是人必岁子，发别离免处，是定我所成，主亦说是夫。夫小离子恼，故世所不信，世尊亦如是。得道来心经，是诸菩萨等，自故无期略，将无量劫来，离行菩萨道，口意难问答，其心无所谓，忍略心决定，端正有为德，十方佛所赞。善能分别说，不傲在人众，上好在禅定，为求佛道故，以下空中住，我等将佛闻，以此事无疑，愿佛为未来，演说令开解，略有于此经，成于不信者，即当对恶道。愿今为解说，是无量菩萨，云何于少时，教化令发心，立志不退地，妙法莲花经，如来寿量品第16。尔时佛国诸菩萨及一切大众，诸善男子，面顶同心解，如来成体之语，佛告大众，面顶同心解，如来成体之语，又佛告诸大众，面顶同心解，如来成体之语，时时菩萨大众，密力为首，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意愿说之，我等当信受佛语。如是三白语，佛言：意愿说之，我等当信受佛语。尔时世尊知诸菩萨3000不止，离故之言，耳顶谛听，如来秘密，神通之力，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，皆为金色迦妙尼佛出世时将，去稽业成不远，坐于道场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莲善男子，我实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，百千万亿，哪有他劫？譬如我辈千万亿，哪有他？阿僧祇3000大千世界，假使有人莫为微尘，故于东方，我辈千万亿，哪有他阿僧祇国？乃下一尘，如是当行，尽是微尘。诸善男子，有意云何？是诸世界，可得思维高洁，知其所晓，
弥勒菩萨等具别佛言：世尊，是诸世界无量无边，非算所知，亦非心力所及。一切声闻，辟支佛，以无漏智，不能思维，知其限数。五顶柱，乌比跋智地，伊是事中，亦所不达。世尊，如是诸世界无量无边，你是佛国大菩萨众，诸善男子，金刚分明，宣语利等，是诸世界略夺未尽，极不夺者，尽以为尽，一尽一劫，我成佛以来，复故依此，必千万亿，哪有他？无尽其劫，自从时来，我常在此三宝世界，说法教化，亦依依处，必千万亿，哪有他？无尽其国，道理众生，诸善男子，伊是中间，我说莲顶佛顶，又复言记，立依涅盘，如是，加以方便分别，诸善男子，略有众生，来自我所，我以佛眼，观其神顶，诸君利敦，随所应度，处处自说，名之不同，念记大小，亦复现言，当立涅盘，又以种种方便，说微妙法，令众生发欢喜心。诸善男子，如来见诸众生，乐意消法，得宝桥中者，为是人说。我少出家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令我实成佛以来，久远乐事，但以方便教化众生，令入佛道，作如是说。诸善男子，如来所演经典，皆为度脱众生，或说其身，或说他身，或是其身，或是他身，或是其事，或是他事，诸所言说，皆实不虚，所以假合，如来如实知见，三界之上，无有生死，略退略出，亦无在世，极灭度者，非实非虚，非如非异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，如是之事，如来明见，无有错谬。依诸众生，有种种性，种种欲，种种行，种种业相分别故，欲令生诸善根，以略间因缘，譬如言时，种种说法，所作佛事，未经暂会，如是我成佛以来，心大久远，寿命无量，无尽其劫，常住不灭。诸善男子，我本行菩萨道，所成寿命，今又未尽，福报上溯，连今非实灭道，利便唱言，当处灭道。如来意是方便，
教化众生，所以食好，乐佛求助伊世，博得之人，不长善根，贫穷下贱，贪着五欲，立意恶想，妄见妄中，略见如来，常在不灭，便起骄姿，离怀厌怠，不能成意，难做之想，恭敬之心，是故如来以方便说，比丘当知，诸佛出世，难可得遇，所以食好，诸博得人，故无量百千万亿劫，或有见佛，或不见者。以此事故，我作是言：诸比丘，如来难可得见，是众生等闻如是语，必当成意，难做之想，心怀乱无，确仰依佛，便种善根。是故如来虽不识灭，离言灭道，有善男子，诸佛如来法界如是，为度众生，皆实不虚。譬如良医，智慧聪达，明练方药，先治众病，其人多诸知识、略识、理识，乃至百数，伊有是言，远至异国，诸子依号，饮他毒药，药法紊乱，婉转异地，时时祈福，还来归家。诸子饮毒，或失本心，或不识者，遥见其父，皆大欢喜，拜跪问讯，先安稳贵，我等如痴，我服毒药，愿见救疗，经世受命，福见注定，苦恼如是，依诸经方，求好药草，色香味味，皆悉具足，多是和合，依止灵福，利作是言，此大良药，色香味味，皆悉具足，你等可服，速治苦恼，无福障患。其诸子中，不识心者，见此良药，色香具好，即便福之，并尽治愈。伊识心者，见其父来，随亦欢喜问讯，求所治病，连医其药，力不轻服，所以食好，毒气侵入，失本心故。以此好色香药，利为不美，复作是念，此子可悯，为毒所中，心皆颠倒，虽见我喜，求所救疗，如是好药，利不轻服，我今当设方便，令服此药，即作是言：你等当知，我今衰老，四时已至，是好良药，今留在此，你可处服，无有不差，作是教义，复至他国，遣使还国，你复已死，时时诸子闻父陪丧，心大忧恼，你作是念，略父在者，
自命五顶，连见救护。今则舍我远丧他国，自为孤路，无福是祸。常怀悲悯，心随善恶，乃至此欲，色香味味，即处福至。独并皆有，其夫文子，色以得差，心变内归，含事见之。诸善男子，语意温和，颇有人，宁说此良医，希望最晓。佛也世尊，佛言：我亦如是。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，百千万亿，哪有他？无情其劫，为众生国，以方便力，言当灭度，亦无有灵，如法算我，希望告诫。尔时世尊，欲重宣此义。离说其言，自我得佛来，所经诸劫数，无量百千万，亦在无情期，常说法教化，无数亿众生，令入于佛道，逆来无量劫，为度众生国，方便现涅槃。离实不灭道，常自此说法，我常自依此，以诸神通力，令颠倒众生，虽今离不见，将见我灭道。讲强用舍利，含皆怀乱无，离生确用心，众生既信服。即得以流乱，一心欲见佛，不自惜性命，使我及众生，故出灵鷲山。我是与众生，常在此不灭，以方便力故，现有灭不灭，以各有众生。恭敬信后者，我复以彼中，为说无上法，你定不闻此，但为我灭度。我见诸众生，勿在于苦恼，故不为现身，令其心确勇，因其心乱无。乃出为说法，神通力如是，以无情其劫，常在灵鷲山，及于诸住处，众生见劫尽，大火所烧时，我此道安稳，天人上充满，万人诸动国，种种宝庄严。宝树多花果，众生所游乐，诸天极天果，上作众伎乐，五万多罗花，散佛及大众，我净土不毁，离众见烧尽，犹报诸苦恼，如是色充满。是诸罪众生，以恶业因缘，故无情其劫，不闻三宝名，自由受功德，如何即得者？即该见我身，在此离说法，或时为此种，说佛寿无量。求乃见佛者，为说佛难得，我地力如是。
飞光照无量，寿命无所劫，救受业所得，天顶有智者，勿以此生疑，当断令应尽，佛语实不虚，如意先方便，为治公子国，实在利言史，无能说虚妄，我亦为世夫，救助可患者，为凡夫颠倒，实在利言灭，以上见我国，利生骄自心，放逸着我欲，对于恶道中，我想知众生，行道不行道，随所应可道，为说种种法，每字作是义，以何令众生得力无上道，速成就佛身，妙法莲花经，分别功德品第17。年时大会，闻佛说寿命结束，中远如是，无量无边，无尽其众生，得大了益。伊是世尊，故弥勒菩萨摩诃萨，阿逸多，我说是如来，寿命中远时680万亿，哪有他？行何沙众生，得无上法忍，后有千倍菩萨摩诃萨，得闻持多罗尼文，后有一世界，弥定所菩萨摩诃萨，得傲说无碍辩才，后有一世界，弥定所菩萨摩诃萨，得8千万亿无量旋多罗尼，后有3000大千世界，弥定所菩萨摩诃萨，令转不退法轮，后有2000中国度，弥定所菩萨摩诃萨，令转清净法轮，后有小千国度，弥定所菩萨摩诃萨，八成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后有四事天下，弥定所菩萨摩诃萨，四成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后有三世天下，弥定所菩萨摩诃萨，三成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后有二世天下，弥定所菩萨摩诃萨，二成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后有一世天下，弥定所菩萨摩诃萨，一成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后有八世界，弥定所众生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佛说世诸菩萨摩诃萨，得大法利时，于虚空中有曼陀罗花，摩诃曼陀罗花，以善无量8千万亿宝树下，狮子座上，诸佛并善七宝塔中，狮子座上，释迦牟尼佛，急救灭道多宝如来，益善一切诸大菩萨，及四部众，又有细末简单，定水香顶，于虚空中，天果自明，妙声深远，
又有千种天衣，水珠璎珞、珍珠璎珞、摩尼珠璎珞、如意珠璎珞，遍于九方，众宝香炉，烧无假香，自然周至，供养大会，一一佛像，有诸菩萨，执持还戒，次第离相，至于梵天，是诸菩萨，以妙音声，歌舞良相，赞叹诸佛，你是弥勒菩萨，将作离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，离说其言，佛说虚有法，色所未证闻，世尊有大力，寿命不可量，无数诸佛子，闻世尊分别，说得法理者，欢喜常遍身，或自不退地，或得多罗尼，或无碍傲说，万亿旋总持，或有大千界，弥定所菩萨，各各皆能转，不退之法轮，或有中千界，弥定所菩萨，各各皆能转，清净之法轮，或有小千界，弥定所菩萨，依各八圣在，当得成佛道，或有四三利，如此四天下，弥定诸菩萨，随所生成佛，或一四天下，弥定所菩萨，亦有一生在，当成一切智，如是等众生，闻佛受中远，得无量无量清净之果报，或有八世界，弥定所众生，闻佛说寿命，该发无上心，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，多有所了益，如虚空无边，有天万多罗，无阿万多罗，色凡如形沙，无数佛道来，有简单沉水，缤纷离乱堆，如鸟飞空下，降善依诸佛，天国虚空中，自然出妙声，天理千万种，旋转而来下。